生係死嘅開端，死就係生嘅開始。生死循環係有定數嘅，所以死亡係絕對唔使怕。大師啊，我真係好怕死噶。死係一種解脫，生存至係痛苦。人一生出嚟就要面對住生老病死，所以你唔使怕死，除非你生前壞事做盡，死後打落地獄，受盡折磨，咁死亡就的確係痛苦啦。咁點解大師你仲唔快啲去死？我拒絕回答你呢個咁愚蠢嘅問題。後生仔，我勸你喺有生之年做多啲善事，積多啲陰德，日夜燒香拜佛食長齋。我呢番說話係講俾有緣人聽，你聽得明就走啦。我聽得明，多謝大師指點。